来呢，俺就看来诶，哪条嘅词汇、老短句做得强下来学习咯。第一呢，嘅节庆就是呀中秋节，客家话用办讲呢，八月半，八月半，八月半会是哪条东西呢？就是月饼。做嚟讲，月发饼，月发饼。每做嚟讲，月公饼，月公饼。两种都做得咯。中秋节的月饼，八月半嘅月发饼，八月半嘅月发饼。也係唔係做嚟講，八月半嘅月公餅，八月半嘅月公餅，當好哦。過來求辣清月嘅時節，清月半就愛普渡，客家話用辦講呢？普渡，普渡，南西人愛用辦講呢？兔古，兔古。现在才要中原普渡，现下怎爱个中原普渡？现下怎爱个中原普渡？南西人爱用办讲呢？现下怎爱个中原兔古？现下怎爱个中原兔古？哇！你学习咧也条词汇，然后短句当中。三個來就是記型咯，家下短劇有講到噶，八月半嘅相關對話，嘅你咪做得來學習一下，來問看下八月半嘅傳統食嘅東西，按用版來回答咯，像係月公餅、柚味、糍粑，呢條食嘅東西，客家話都係按用嚟講呢，嘅大家要啲八月半會是哪條傳統嘅食物呢？也下咪做啲強下嚟練習呢條嘅記型咯。八月半愛什麼嘅？中秋節你要吃什麼？做啲講，我愛食月發餅，我要吃月餅。咪做啲講，我愛食月公餅，我要吃月餅。兩種都做得咯。佢係講啊，唔中意食人月公餅咩冇相關，可能好食柚味，就做嚟講，我愛食柚味，我要吃柚子。係講啊，柚味唔中意話咩冇相關，唔聽錯愛中意食兩樣東西咯。我愛食糍粑，我要吃麻薯。兩係咪就當好食呢？故上啊，呢條呢都係當好用嘅記型，希望大家都做得好位哦。嘅糍粑係咪就當中醫生呢？冇唔錯，呢條按到嘅記型，韓國詞彙短句唔知大家都會冇啊？唔會話咩冇相關，一下就強下來複習咯。